親友，樂同遊，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這個餐館南苑酒家，吃咱們的第一餐，兄弟們。嚟到廣州嘅沙面大街14號啦，就係天主教教區嘅路德聖母堂南區分。咁咧呢個背後嘅天主教路德聖母堂咧係建於1890年嘅，而教堂入面咧可以容納到200個人啦。而且教堂入面咧佢有七彩嘅玻璃啦，花園隔離咧仲有一個聖母山嘅，而呢個山入面咧放住一個聖德路母像啦。最緊要咧係呢個教堂咧係唔俾未成年嘅人士啦進入教堂咧進行宗教嘅活動。周到星期樓。除咗好多歐式建築之外，仲有呢啲廣式嘅露台，呢度仲有間台灣銀行添啊！跟住咧，除咗呢啲咁有特別嘅建築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文創嘅商店啦，仲有好多人喺度影婚紗相嘅。就喺前面嗰個教堂，我哋轉頭帶你過去睇啦。喺沙面嘅街頭嘅一隻貓啊，佢係屬於一隻橙貓嚟嘅。你咧可以見到佢條尾咧係十分之長嘅，你可以訪問下佢。喂，你對呢度有啲咩感受啊？係見到佢係講話係對呢個地方係好有感情嘅，好有歸屬感啊！佢都俾人摸嘅，見唔見到？咁話咁快就嚟到呢個大教堂啦，就咁一睇就已經好多人喺度影緊婚紗相啦。睇到鳥語花香，其實真係好適合大家嚟呢度影婚紗相啊！除咗呢度有啲院之外，嗰邊仲有間 coffee shop，就睇人哋喺度影婚紗相，幾有 feel。而家嚟到永慶坊隔離嗰條街恩寧路，係啦。咁啊，見到好多廣州嘅特色啦，就係嗰啲騎樓啦，係啦，跟住側邊嘅商鋪啦，係。呢個叫獅子洋啊！點解叫獅子洋咧？就係因為三隻獅子由中山游咗過去深圳嗰度，走咗過嚟香港，咬死咗40個人。其中咧，嗰40人嘅後代咧，就知道呢件事啊，所以就呢個叫獅子洋啦，就係咁。喂，大家好，我哋嚟到呢個花果山水簾洞嘅擺設，之前咧孫悟空咧就喺依個位嗰度，哇咁樣爆出嚟，跟住有7749個嗰啲童男善女咁樣就走過去，跟住就整呢個，跟住呢個水簾洞出嚟，咁啊白骨精嗰啲咧就坐喺度。哦，呢個城咧就嗰啲粵劇嗰啲咧古裝城，嗰啲大座。哦，係啦，應該係唐三藏取西經都可能去嗰個位取嘅。哦，咁高三藏做粵劇，真係。隔離睇下仲有啲細城喺度，仲有 feel 啊！聽過家燕媽媽都喺度叫，真係成日都跳十字舞。好，嚟到廣州市天河愛國語學校，睇呢間學校先。睇下呢度。你又想跳啊？你叫佢借條嚟俾2班跟着我們2班過咯，或交流一下。我怕醜。關主任，你睇呢個水池，幾有 feel，仲有錦鯉喺入邊，水為財啊！再望出邊呢個，就算喺冬天都有咁多花，一睇就知好有生氣啊！花樹下。煙花正開。呢度客創空間，過嚟，發現咗一個驚天大變啊！就係、原來 Batman 架車唔係阿福整，係呢間學校整。同學，今日 Batman 架車係咪你整㗎？哦，這是我弄的。哦。天空小人車是我弄的，我在山一起弄的，比較好，謝謝。我哋轉眼間嚟到呢個冇花嘅花都廣場，後邊有呢個廣州塔嘅小蠻腰啊，有 feel 嚟啊，乜都冇。有咩搞作啊，老友？唱首歌俾大家聽好冇？嚟啊！小明上廣州，
探親友，樂同遊，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廣州之旅正式完。明上廣州探親友，樂同遊，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喂，點啊你？咁你想點啊？廣州歡迎你。